，and 就係同温層二重重，我係是第一套，我係妹妹依切。基本嘅 and 就嚟到哪邊呢？基本嘅 and 就嚟到新竹的巨城。哦耶！特別唔單止係新竹嘅地標，咩係 and 就留下嘅成長記憶，成長記憶。慎重嘅記憶，因為之前啊，有比賽嘅時節啊，我媽媽看到我帶我去夾頭機上課，都講冇人講。哎呦，人昨天我突然就來到百貨公司買，自己印象係講好，貴嘅衫褲有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古時候貴嘅衫褲啊，做嘅時間較久，我買出去買好嘅衫褲，和青菜買。古時候一看嘅東西吼，哦，然後是點點去做的咧。多穿衣服啊，它會按兩貼貼，你看就感覺。你很對。因為啊，Andy 嘅母下爸爸媽媽係做生意嘅，古時候咧，Andy 家用時，做生意嘅旁邊都會坐啲人嘛，閒客，家記得就會聊天啊、講笑啊，剛才就發現一件事情，就係用白按到你就會按個。還有把個好韓貴哦，按用嘅啦，打比方按用，然後誒就想講，放埋家下講嘢就會冇少按用，嗰時候咧一狀態嘅時節就感受到用會他少嘅時節，糖多兩幾發，嗰時候人就想講，冇人就不用點用路打。客家人唔會講媽街，然後唔會講媽街，冇想到就按到你有按樣嘅共鳴，你就咪興奮起，因為尋找到同溫層。上下來咧，and 我帶來and 自家創作嘅歌曲，一首歌曲叫做《小輕風》。因為就係新竹關係嘅客家人，古時候咧寫呢條藝術歌曲本新竹關係，不過我知道咧小幸福就係希望都唔講你係客家人、客家人、河洛人，還係新竹人，還係唔係新竹人，都希望旁聽咧都會感到真幸福。客家草蒼菜嘅叫江風，飄來淡淡嘅青草香。我希望咧下擺 and 兩年嘅時間，做得轉來巨城辦起嘅音樂會，俾大家睇。今日嘅話，我希望 and 做得協見下到嘅讓片本起大家看，希望大家每位喜歡，會多多支持哦。追蹤起來，追蹤起來，同溫層。落茶平平，落不順也容易落山歌，書房聽你。